Hello，大家好啊，Sam 同你做功課。拍攝日期2025年6月14號嘅21:44，好耐冇見大家，因為近排工作有少少忙啦，做完工作又好攰啦，咁等住拍片。咁但係咧都期間都有製作啲 shorts 嘅，咁即係將原本啲片咁剪輯成一個 shorts 短片，咁都放上去。咁都有個別都有啲驚喜嘅吓，咁所以都會可能以後都係製作呢一類啦，喺條片講多啲，預咗冇人睇晒唔緊要啊，我再剪啲 shorts 咧，即係大家可能10零秒咁又攞個重點去睇一睇咁啦，希望都可以製造多啲收視啦。嗱，咁上期咧就講到有天官賜福出咗嚟啦吓。都有啲朋友都話想聽丙午年嘅12生肖，咁今集會講。咁但係 before that 咧，我都會再講一講芒種啦，同埋嚟緊夏至嘅八字嘅。咁事不宜遲啦，咁開始之前咧，但係希望大家留言啦、點讚啦、分享啦，最緊要係 subscribe 打響埋鐘仔。以後我呢個頻道 Sam 同你做功課有啲乜嘢嘅新消息咁咧大家都可以馬上收到啦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小弟鼓勵下小弟去繼續可以創作，多謝。好啦，又嚟到呢個 PowerPoint 嘅時間啦，跟進翻芒種八字夏至嘅八字分析啦。丙午年屬馬，講咗超馬嘅運程先，反應好嘅，以後慢慢逐個12生肖慢慢講吓。好啦，呢啲大家都耳熟能詳啊，呢個立春八字嘅分析，咁之前嘅影片咧都見過啦，咁我唔多重複啦，我俾大家過一個，有興趣可以定格望一望啦。咁咧以年干嚟睇咧，似乎準啲啦。農曆1、2、3月都向好啦。3月開始變咗淡啦，4月偏淡。嚟緊5月即係而家啦，都係淡淡地嘅。咁但係雖然近排個市升翻啲啊，但係都而家穿翻24000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到6月咧，6月即係7月頭到啦，又向翻好啦噃。咁當然啦，可能中間之前有啲勢頭嘅，咁我哋慢慢跟進翻啦。嗱，呢個芒種八字咧，上次講過噶啦，6月5號啦，17:57啦，呢度應該打翻2025年啦，即係費事俾人誤會咗啊。係啦。咁咧就月至年壬午月月至日月卯時啦。嗱，記唔記得上次都出過呢張 slide？ 3月多陰司又是敗祖業，多陰司即係好多啲陰司會揭咗出嚟啦。大家會諗到邊個咧？可以留言啦，歡迎留言下先吓。咁我要等一等，咁唔會等好耐嘅。爆陰司事件，第一個啦，左手邊。侵同 Elon Musk 本來就稱兄道弟啦，又話搞個叫做效率部啦搞完出嚟咁冇做啦。馬斯克兩兄弟咧咪兩個人咧就反晒面，互相喺度爆料咁係咪爆好多陰私出嚟啊？好多我哋都唔知道嘅嘢都反晒出嚟啦。更加即係再推進落去嘅就係美國局勢啦。咩國民警衛軍特朗普動用國民警衛軍去到加州嗰邊啦，咁又去鎮壓啲去聲稱嘅一啲非法移民啦，係咪搞到立亂？哇！再咁落去真係內戰都似啦。另外一個咧就娛樂版我都比較注意到啦。咁就曾梓望 GM 啦，同葉倩文啦，即係唔係林子祥嘅老婆葉倩文啦，另外一個比較後生啲嘅，應該都係90後啦咁就即係拍個節目之後咧，忽然間就
火紅起嚟喺社交平台，所以我都要抽一抽水啦。咁當然，大家有冇興趣睇特朗普同馬斯克嘅八字有咩比較啦？又或者曾展望同葉倩文呢個八字有咩比較呢？想嘅話，歡迎喺下面留言俾我啊！你想睇邊批？你就算想睇特朗普同曾展望啊，或者 Elon Musk 同葉倩文嘅比較啊，你想就得噶啦，照做俾你睇吓。咁但係可能當然冇乜關係啦吓。咁但係係啦，如果大家想睇嘅，即管提出。好啦，咁跟住下至嘅八字啊，乙巳年壬午月辛酉日癸巳時，咁啊辛金啦，咁啊自助一個助祿嘅吓，咁啊有啲錢喎，似乎都咁，但係咧可惜係生喺5月啦，咁同埋成個局都冇乜土啊，呢度有少少啦。咁所以佢可能都弱弱地嘅，咁但係你話財運咧，嗱咁當然佢有個酉金自己生旺佢啦吓，同埋上面有食傷有偏財咧，咁呢個財啊透乾，雖然個根又唔係好強，咁但係有機會下至之後咧就慢慢個市好翻啲。記唔記得頭先講話農曆6月有機會好噶嘛？咁啊有個轉折點嘅，咁會唔會下次咧？咁啊大家留意下啦。咁當然亦都要睇下豆包點講。咁我 cap 咗少少啦，佢嘅一啲內容。格局分析指八字日元為辛金，年干月木係偏財，月干壬水係傷官，時干癸水咧係食神。傷官食神可生財，如果命局其他嘅干支配合得當咧，咁咧可以形成咧傷官生財嘅一個格局。暗示咧命主咧有通過自己嘅才華智慧去獲得財富嘅能力。咁啊財運嘅分析啦吓，因為睇呢個 channel 都係比較關心財運嘅啦。正財方面啦，事業咧就順利發展啦，為命主帶嚟咧穩定收入嘅正財收入啦。工作上咧出色嘅表現啦，同埋努力咧付出咧就能夠順利咧得到相應嘅回報。咁例如工資啊、獎金收入啊，穩步嘅增長啦。偏財方面，咁偏財咧就起伏不定啦，充滿變數。雖然可能咧會有一啲投資或理財嘅機會，咁但係咧亦都需要謹慎對待啊，充分了解市場嘅情況，做好風險嘅評估同埋規劃，避免咧盲目投資咧導致損失。嗱，咁如果綜合嚟講咧，財係有嘅，咁啊正財即係做嘢財啦。你話偏財咧，即係如果你話即係炒下嘢啲咧，如果你係真係好知係自己炒咩咧，咁可能 OK 嘅。你唔知係俾跟風咧，就小心要做好風險評估啦。好，跟住落嚟咧，就因為都上次整咗 short，有網友話都有興趣聽呢個12生肖啦。咁呢個係丙午年嘅天官賜福圖啦，吓咁12生肖列晒出嚟噶啦。咁今次同大家講咧，就係屬馬啦，丙午年屬馬。嗱，本命咧佢係有將星金匱啦，咁啊一啲空星咧就有太歲、劍鋒、伏屍、羊刃。咁啊將星金匱咧就吉星嚟噶啦，咁即係雖然犯太歲啦，咁啊好多嘢做，而且搵到錢喎。咁啊認真唔錯，不過太歲咧就有劍鋒伏屍，咁小心身體啦，同埋有羊刃，咁啊真係小心啲刀劍劍啊吓，或者鉸剪啊嗰啲要小心啲啦。咁啊三方四正咧，我哋睇到個戌宮啦吓，三台地解華蓋啦，但係又有空星有官符五鬼啦，人工呢度啦。日中就冇乜吉星，咁啊白虎紅焰對宮子宮咧，亦係冇乜吉星，歲破大耗難干。貴人咧就戌啦、人啦同埋未啦，未咧就係呢一個啦，咁有太陽喺度。咁如果你話搵吉星，邊個真係幫到拖咧？
咁我諗啊，恤啦或者眉會好啲。你睇下人佢自己都冇乜吉星幫唔到你啦。咁但係咧，注意翻啊，始終咧今年係一個犯太歲嘅，雖然犯太歲得嚟又有錢啊，但係又可能要即係小心身體啦。咁但係今時今日犯太歲得嚟又有錢，你仲想點咧？咁希望即係屬馬嘅朋友喺出年啊嘛，努力搵錢啦。咁但係都要注意身體啦。好啦，今集就講完屬馬先，係啦。咁如果大家反應好嘅，逐個生肖講落去啦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呢個 channel 啊，Sam 同你做功課，記得訂閱、打響小鈴鐺、留言、點讚、分享。有能力嘅當然歡迎打賞同埋贊助一下啦。好啦，今集就講住咁多先啦。咁希望大家都中意呢個內容啦。咁希望亦都多多支持啦。有能力嘅咁可以咧，直接點擊scan 下啦，支持下小弟啦。就算冇嘅，都有啲免費嘅方法咁啊。記得點讚、訂閱啦、分享同埋留言，係啦，都唔使錢噶，都可以支持下呢個 channel 嘅營運嘅。咁好，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啦。咁都你申報一下啦，我係香港證監會持有人士，就冇持有任何股份啦。ending 好啦，你嘅支持咧，我動力咁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深同你做功課，各大社交平台可以揾到我啦。咁就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啦。咁有咩問題可以留言俾我，大家多啲交流，好嗎？好，咁就去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